受到全球暖化影響，日本這幾冬是愈來愈熱。也今年7月，日本的各地這個高溫的升到35度以上，後禮拜講名古屋可能會熱到40度。也根據統計，這5冬來釣沙死亡的這建築業是佔上多。即馬日本的建築業者就開始佇咧工地安冷氣、傳涼水予工人啉，就是希望講改善這個工作環境，降低釣沙的風險。光光放行大，佇工地八起八落，建築業是真辛苦，加上氣候異常極端高溫，互工作環境愈來愈害。根據統計，日本去年佇職場因為釣沙造成1681人死亡，創上懸紀錄。其中最近5年，上濟死亡人數就是建築業。熱中症の一番の原因に関しましては、水分と塩分の不足によって起こっ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大きいと思います。因為透明布簾甲外面氣溫相差差不多10度，就親像到綠洲，互工人用暫時解喙焦休困，若是熱忝隨時攏能用。暑い時はここ来てアイスクリーム食べて水食べて体涼しになります。在工地入口度真大看板顯示用溫度、濕度等算出來綜合溫度值指數 WBGT， 那相當28度的時陣，就代表釣沙風險明顯增加，作為工作管理的指標。另外，休困的所在有造冰機、飲水機、發熱機，介紹也敢若市價1/3。工人請的空調沙，攏是為了防止釣沙。異常気象と言いながらも異常ではなくて、これが当たり前スタンダードになってきてますんで、作業員の方はですね、過酷な環境の中で作業していただいてますので、その中で我々としてはやれるべきをやってるかな。同款在建築業的，也有為咗日本少子化措施之下，一直增加的外籍移工，佇工地用無共款的話，提升現場危險性，各用並步便攜管理人員出入，提懸職場安全。即馬全球氣候甲社會結構出現改變，日本建築業工作形態也加速改革。公司國際記者日本報道。